啊，像影防疫袂当落错，嘛袂使有空芳。头一线桃园机场会当讲真顶真，因为昨下知影机场检疫站站着2个旅客，一个是为Okinawa，一个是为纽约倒转来到台湾，拢是咧香港转机。因为扫无爽快，就爱伫咧厝内隔离14天。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来替防疫人员加油赞声，讲现主席上界重要就是避免社区的人做飞机袂着。 旅客爱到健康证明书通过审核才会当入境。武汉肺炎疫情愈来愈严重，为着守护国家的大门，桃园机场唔敢无定真。为琉球登来台湾的旅客，一个驾驶就互航警要求爱量体温，所以爱踮伫厝内检疫。另外，这个学生为纽约出发，伫香港转机登来台湾，嘛因为驾驶直接互带去采检站，登去了后，共款14天袂当出门。咳嗽而已啊。哈，那今天从哪里回来？ 可能每次都这么严吗？我这次不好，身体不好，感冒。要甲疫情病毒挡伫外口，桃园机场的检疫各升级。入境的旅客唔管国籍，有发烧或者是气管有问题，经过医师判断爱检验的，就拢送去验。大家都非常的辛苦哈，尤其是在第一线，所以特别来感谢他们。 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昨下晡嘛去机场视察，因为国内出现武汉肺炎死亡的病例，虽然中央讲是社区感染的个案，不过对隔离检疫的政策嘛是会要求更加严格。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其实就是在预防所谓的社区感染或者是社区传播。疑似的病例回来，那隔离或者是检疫，他就不会传染给他的 家人或者是传染到社区。隔离检疫袂当凊彩，面对外界烦恼的社区感染，相关的单位拢真认真咧做，要服务武汉肺炎的疫情未失去控制。记者综合报道。